啊，不会。哎呀，不行，啥？这没啥了。Hello，nhớ rồi nè.先生了。Tàu đó. 先生豆腐，大声来讲，妈妈我最爱吃了，我最爱吃酱了。这个我也爱吃。你别这么滑皮了啊！告诉你。我吃。妈妈，酱是我的，那是你的。妈妈给我。妈妈，我不爱吃这个。妈。不爱吃这个。为什么？不爱吃那个火腿。来。火腿吃。别那样动。你知道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教育器，可以教育孩子，不让他。是我在吃。让的，叫有声，这是摆这么让太明了的。藏了好东西吗？不是藏了你的包装吗？等等，妈妈，我想吃菜。菜。喝了好久。
牙印。妈妈牙印。那就是我也在说说说。可好吃了。最好吃。我买一件，那是方便饭。来。最好吃，咱想吃不？我打了就不上，说嘛就一hành呢，nó mà nó có nó thấy giờ mà uy dạng à, nó chỉ giờ thì giờ tôi cá chỉ nó giờ tôi chỉ cá chỉ bật treo, nó chỉ ta chỗ bật treo thì nhớ sắp rồi không? 谁也没改。妈妈，不用我说。没有，吃菜吧。吃完后，绕里头有。点点灭灭桃花花，把咕咕鸡下蛋，吃了它能成。成功了，空壳子。我们可以。宝宝，这边猫没。你想吃吗？过那个没？那个长的我还没吃，看见了？不饱了。我怎么不吃？你看，我爱。我以后算不爱，以后我都爱。
也可是。